一块饼皮可不是揉揉面粉就成型，老字号饼店的坚持讲究反映在每道程序里。这个是皮，这个是酥。它的搅拌方式也是不一样，这个是有加水的，这个是纯粹只有加猪油的。饼皮2次工使用的猪油也分2种，精致猪油平衡传统猪油的油耗味，可以让饼的品质更稳定。一定不可能东西是凭空出来的，是一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验，才会找出我们最好的。反复尝试、研发再创新，饼铺第4代负责人张成军普及了过去只有婚嫁时才能尝到的客家大饼。而这一头，我们发现了内馅里好吃的玄机，还有再放一些肉松进去，口感会也更好吃。要包这个卤肉，包完之后再包，再拿另外一个馅再去包这个馅，馅中馅再包馅，精致的口感。张成军还有这项秘密武器——菜脯，口感就会再脆一点。全台湾最热销的客家大饼，歌王费玉清也是忠实顾客。100年来的家传饼香，经过一张张挑剔的嘴，改良出最大众喜爱的风味。客家大饼维持了非常传统，而且你们自己熟悉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在慢以后跟谁学的？让俺爸爸、让俺妈妈学的。哦，这是海陆腔，就是跟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学的，因为是家传的。是。哦，那4馅我们怎么说呢？说俺梅是我的妈妈，俺爸我的爸爸。老板告诉我们，他们所熟悉、喜欢的这种客家大饼、客家喜饼，其实在满清时期呢，曾经销声匿迹过。不就在北埔的这家100年饼店，经过他们不断的考据研究，现在又慢慢的可以回到客家家庭当中。唔係媽兒學嘅，牙名唔係媽兒學嘅。